场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也曾感到彷徨。我伫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着去绽放。秦妈妈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叔见到我就聊个没完，久等了。没事没事。刚才忘了介绍，这是我的小表妹。秦妈妈好啊，你好你好。你要不要喝点什么茶？我给你去泡。不用不用，你看你来，我也没给你倒水喝。别忙了。哎，今天以后你就是我的小表嫂了吧？你想喝点什么茶呀？喝你个大西瓜。怎么说话呢？没事没事，阿姨你喝点茶。跟他关系可好了，而且我爸也特别喜欢小表哥。哎呀，那我们家冰冰有你这个妹妹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男朋友呢？表妹这么漂亮可爱，那男朋友肯定也英俊潇洒。他人呢？哦，我男朋友他出差了。哎，阿姨，你看你这是……今天来的匆忙，没准备什么，就路上买了点水果，主要是拜访你爸爸的。那个关经理，把水果拿进去。阿姨你也太客气了。没事儿。那今天能见一下你父亲吗？阿姨，要不下次吧，因为我爸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刚刚躺下。等他醒了以后，我一定告诉他阿姨来看过他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吧。表妹，哎，这个放哪儿啊？就放这儿就行。你赶快想办法，你行的，你行的。就放这儿。咱第一次来人家，得有事搞鬼的就不好。我把握的好啊，知道，分寸。秦妈妈，我叔父起得比较晚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。要不这样吧，冰冰，商场今天咱们就不去了，你陪着妈妈在这儿待着，晚饭就在这儿吃，我让表妹准备一下。没问题。哎，那个关海，表妹。那今天，不然就先走了，改天再过来。别呀，阿姨，你再坐会儿吧。不了不了不了。秦妈妈就在这儿吃吧，跟自己家一样。小张，不用不用。来啊！小张，后备箱的东西别忘给秦妈妈拿上啊。好，你客气了。应该的，阿姨。小张，待会儿你先把他们送到指定的地方，然后我会给你打电话。阿姨，请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阿姨慢走啊。妈妈慢走。再见了。冰冰慢走。快点，快点来。好好好。耶！这件还行，我看他穿过。这个，妈，妈，你这是干嘛？收拾衣服。你们这些衣服，
旧的旧啊，过时的过时，我给你整理整理。哎呀，有的衣服太旧了，该扔就扔，要不然你穿着那关经理脸上都没面子。凭什么呀？你也没跟我商量过，你凭什么就给我扔了？我就决定了，这件不要了。别不要了，妈，这个换。过海鲜啦？啊，满意？还行，该回老家了。啊，这个问题我也想过。你看这观海，虽然不是那个条件最好的，但是整体看来还不错。哎，回头你问问他父母什么时候方便，我打算见一下他们。该聊的聊，该谈的谈，该买房买房，该结婚结婚。你那什么表情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像关经理这样的条件，如今这个社会可不好碰。你这没心没肺的，我还真不放心。我今天下定决心了，我要看着你们结婚以后，我就留在海州了，给你们做饭、带孩子。妈，我还想自由2年，不想那么早结婚。不行！回家，媳妇儿，走了。回哪个家？你不是过来接我的吗？谁接你啊？我妈现在觉得你特好，决定了，坚决不回去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妈觉得你特好，决定提前双方父母见面，买车、买房、结婚。秦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玩我是吧？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？你说咱妈确定你有个像样的男朋友，立马就回家。你现在跟我玩这套是吧？我告诉你，秦明，你要不想跟我一块过，你就直说，别拿咱妈当借口。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啊，关海，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那是我妈，她怎么想我怎么知道？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别在我妈面前出现。来，大家再保一点，好不好？嗯，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来，大家自己小心啊，小心点。加油！来，都把道具拿好了，来，再保一个啊！来，快！来，道具把东西回原位了。来，都动起来了，来，动起来！来，都动起来了啊！3、2、1，开始！嘿！还有人动起来，快！怎么搞的？有人！兄弟，停下来，兄弟，热点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快把我扶起来！妈，摔哪儿了吗？摔哪儿了？快打电话去！对。爸，摔哪儿了？是疼了吗？没事吧？说我哪疼？喂，你好，120吧？哎，我们家有个老人被摔了，有个老人摔了。哪疼了？往前面，又过来了！快点！轻点！前面闪开，让他走。
们到医院来电话啊！我知道，快过来。爸，坚持一会儿就到了啊！别着急啊，莫妮，没事。大夫，他没事吧？至少会有轻微的脑震荡。你跟我去办手续吧。二哥，莫妮，过来。洪水怎么样了？还在里面呢，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我来的时候已经打过电话了，给孟叔找到最好的医生啊。谢谢。我有时候真觉得，你们俩是上天派来帮我的。不是吧？应该是一鸣派过来的吧？对呀，我也是。是啊，他让你俩照顾我，可他知道吗？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他当然知道。他出去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一切。这些道理我都知道，我都懂。可特别是这种时候，我只希望他能陪在我身边，就够了。冰冰，干嘛呀？躺着别动，别动。头疼不疼啊？喝不喝水啊？红姐啊，睡多久了4、5个小时吧。手机呢？手机？嗯。哦。给。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买点粥，然后吃完粥呢，把药吃了，好不好？啊。你别乱动啊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燕儿，怎么了？怎么打那么多个电话？找我有事啊？现在没事了。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别让我担心好不好？燕儿，我跟老大说。老大，没什么事儿，我摔着了，然后给梦妮吓坏了，就给你打，现在没事了。小子，去医院看看没啊？看了，放心吧。行，好吧。这件事儿先别让刘云知道，免得他担心。
放心吧。妮儿，这毛巾拿哪条啊？啊，你就拿这条吧。那我2条都拿着吧。行。对了，妮儿，孟叔现在住院了，我在这儿住着不太方便。下午我找好房子，这2天就搬出去了。你就别给我添事儿了，行不行？最近因为我爸的事儿，我没工夫理你。你呀，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。等我爸出院以后，我不是还得让你帮我照顾他吗？也行。最近你跟一鸣联系多吗？不多啊，怎么了？这段时间他挺少打电话的，给他打他也听不到，回过来也就急急忙忙说几句就挂了。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老大在拍戏工作，漏接电话太正常了，别瞎想啊。我知道，我不是担心吗？本来这段时间还想去看看他，可我爸住院了，也去不成了。哎，你待会儿把那个水果都带着啊。好。这么急呀？啊，说出差马上就要走。对。妈，关海虽然是经理，可是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。是啊，打工嘛。我还想着什么时候见见你父母，说说你跟冰冰的事儿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目前的时间还不太好说，得看那边的客户需求才能定。也行，男人嘛，总是要以事业为重的。现在苦点儿，等以后有了钱就能享福了。妈，你别唠唠叨叨的。关海，你是不是得回去收拾行李了？是的，阿姨。那我就先告辞了，然后等我回来再看您。好，好，行，那你就先回去吧。好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那我不送你了啊。好。哎，一个人在外面出差，多注意身体，按时吃饭，随时给冰冰打个电话。男人嘛，主动些。好，放心，阿姨。我走了。好。这个没心没肺的，就知道吃。关经理都要出差去了，你也不送他。哪天我看他被拐跑了，你怎么办？就他能被人，没人要。人不可貌相。那天送我们那个司机，长得挺帅气的，成熟稳重，可他到底还是个司机。还有你们剧院的那个台柱子，混了半天不还只是个……你看这小关，怎么看都不像能成大事的人，可人家就成大事了。妈，我饿了，我要吃东西。回去吧，孟妮儿。回去吧，没事，我自己打车就走了。怎么了？谢谢你啊，帮我去看一鸣。这钱也不多，带上路上用。不是孟妮同学，你恶心我是不是？是啊。哪有我出去旅游你出旅费的？你不是挣的也不多吗？其实这次呀，我花的也是一鸣哥的钱。上次我找他拍广告，1万块钱的劳务，他非分了我5000。好了，放心吧，见到你的一鸣哥会给你打电话的。走了，拜拜。回去吧。
打听个人。谁呀？演员刘一鸣。演什么呢？演什么我不太清楚。哦，那我真帮不了你了，你去别的剧组看一下吧。哦，行，好，谢了啊。哎，没事。假的呀！演戏的时候一定要放松，一定要放开了去演，是不是？把词儿你看熟悉熟悉，啊，再看看，你那边的词儿没问题了吧？啊，行，没问题就好。啊，那这么着，你们先准备准备，那你们先忙去吧。啊，哎，你快，换衣服，那边等着。大哥，您搞错了，我不是演戏的，啊，我跟您打听点事儿。您是？哎，我是演员副导演。我给你打听个演员，叫刘一鸣。啊，刘一鸣啊，熟悉刘一鸣。啊，你说的是那个替身吧？不是替身，是演员。演员吗？不对，刘一鸣在我们这个剧组他就是一替身，不过他的戏已经杀青了。这样，你去那边有一组，你去那边问问啊。行，谢了，大哥。没事。哎，咱们那边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行，那个问一下啊，你认识刘一鸣吗？认识啊。他是不是在民组拍戏啊？他就2天戏，拍得早走了。哦，走了。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您去那组看看吧啊！快点，抓紧时间，走了，上车。谢了啊！转场了。啊。哥们儿，哎，又是你啊！哎，那啥，你们先忙去。啊。还得麻烦你一下，问一下啊，你说这附近还有别的剧组吗？嗨呀，我们这儿的剧组太多了。你说的这个刘一鸣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在这儿啊，什么群众啊、特约呀、死尸呀，他什么都演。死尸也演？对，他是挣钱啊，什么活都接。你要是实在找不到他的话，这样你去找红姐吧，你问问红姐。红哦，对，这个红姐是咱们这个影视基地的这个演员工会负责人，然后刘一鸣的工作应该就是由红姐来安排。哎，你看那，从那儿出去以后，门口有一办公室，红姐可能应该在那边。谢了，哥们儿，谢了。哎，没事，非常感谢啊。喂，冠海，你见到一鸣哥了吗？丁儿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你知道老大在哪个组拍戏吗？他没告诉我他拍什么戏。哎，你别的剧组都问了吗？人家知道老大，但是呢，说他在好多组都干过，而且他的戏都杀青了。很多个剧组，他没说过呀。谁啊？一鸣。冠海，他去找一鸣找不着人。我正找他呢。你等等。关海，啊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客户的事儿，对，关海，你在那个影视基地吗？啊，我在，二哥。不是你刚才说帮我联系什么客户？没有，那个不是关键。你们之前可能不大了解一鸣，一鸣这些年在北京混的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好。我说呢，二哥。我来到这边一打听，我才觉得有点不对，千万别说漏了，一鸣不想让你担心。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的。好嘞，好啊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先别挂，我还没说完话呢。他去找一鸣了，找到了给你回电话。真的吗？关海真这么说的？当然了，走，看看梦主。大哥呀，大哥。太不仗义了！爹来啦！哎，快呀！好香！我要这个肉多多。怎么那么麻烦呀你？哎呀，
张大公子可是吃惯大餐的人，吃我的面不容易啊。吃爱堵不住你的嘴。你吃不吃这我做的？我吃。吃也别说话啊。看你吃。你像我妈一样。你说谁像你妈？哦，我是说这面做的像我妈做的一样那么好吃啊。这还差不多。关海今天下午跟你说什么呀？鬼鬼祟祟的。没有吗？是吗？哦，我今天下午啊，去给关海介绍了一个客户，他是制药厂的一个董事，当时不是在医院嘛，所以要谨慎一点。真的吗？这有什么好骗你的？你吃不吃？我吃。随着影视工业的飞速发展，在拍摄过程中层出不穷的片场事故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。近日，我栏目前方记者在南方影视基地的一个剧组探班的时候，就亲眼目睹了一起片场事故的发生。请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详细报道。各位观众，这位受伤演员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据说是剧组在影视基地找的一名群众演员，而剧组们也表示一定会对这位群众演员的健康负责到底。一鸣哥，你好。你找谁？哦，你新来的演员吧？来。请问红姐在吗？啊，我就是啊。啊，您就是红姐是吧？我是来找刘一鸣的。是啊，人缘好呗。谁让你男朋友现在这么火呢？一部戏接一部戏的，下边还有3部戏等着我。那个钱我要红姐给你汇过去了。喂，关海，你见到一鸣哥了吗？老大还没收工呢。是吗？你放心吧，等我见到他，让他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。早点睡吧，啊！我睡不着。关海，你方便吗？我可不可以跟你聊聊？方便，方便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。关海，你不是说冰冰和他妈想要的，你永远都给不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这么拼命？值得吗？因为我爱他呀。不管他和他的家人想要什么，我都会尽力去做。还有，我是一个男人，为了不让自己爱的女人去受委屈，
只好自己辛苦一些。就算赔上性命也无所谓。就算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好了，见到大哥我会让他给你打电话的，早点睡吧，别瞎想了。他们挽手离开的模样，爱情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，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，相信一个你怎么来了？躺下，躺下，躺下！红姐都告诉我了。一鸣，你也别怪我，关海都来了，你说我还能瞒得住他吗？坐吧。那你俩先聊着，我去问问医生，咱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啊？哎，不是我说你小子真行是不是？你来这儿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问你话呢。我说怎么样？我给他寄的钱够用了。行了，你能不能多关心关心自己啊？真他妈没用！接。妮儿，光海，你见到一鸣哥了吗？他还好吗？见到了。一见面老大就带我去喝酒，所以忘了给你打电话。我批评他了，他说以后一有时间就会给你打电话的，放心好了。那他现在在你身边吗？我想跟他说两句话。老爸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我见关海太兴奋了，就没跟您汇报。你知道，我得让关海过来长长见识，不能让他以为这全世界只有秦兵那么一个好女人。那你自己没长长见识啊？妮儿，我相信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我刘一鸣心中只有你梦妮一个人。我刘一鸣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让你注意身体，别太拼命了。我们钱够用了，我只是想让你早点回来。我也想你啊，我会尽快赶回去。你照顾好孟叔，然后在家吃好喝好玩好，乖乖的等我回去。我先去拿药了，快去忙。不许哭。
妮妮，妮妮，怎么了？啊？到底怎么了？我就是突然很想一鸣哥。看你哭的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见到一鸣哥了吗？见到了，都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老大让我给你带了点东西。什么呀？啊，交给你了啊。妮儿，这里呢有3万块钱，我又接了几个戏，回家的时间可能会推迟一点。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有戏拍总比没戏拍要好。等这几部戏拍完了之后，我一定会去看你。爱你，一鸣。什么东西那么香？怎么？他还是不舍得回来是吧？不是，罗尼，我跟你说啊，老大在那边行情特别好，特别的火。我跟他拍了2场戏，现场所有的人都特别佩服他，而且晚上收了工他都闲不住，导演、主演个个争着抢着请他吃饭。跟你说实话，要不是我为了上班，我都不想回来了。我就知道是这样。说什么出去拍戏是因为我跟我爸，他根本就是找借口，他根本就是在这儿待不住。他以为拿点钱回来就可以安心的去逍遥了。他不想照顾我跟我爸，他就直说，他找什么借口啊？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有责任心、有担当的男人，我现在看他就是一个逃兵，他根本就是逃避。够了，什么逃避，什么逃兵，老大命都快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梦妮，你根本不知道老大为了你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为了挣钱，为了点片酬，为了那点红包，他什么样的角色都接，什么有词儿的没词儿的，武行替身，还有什么怪物特效，露脸的不露脸的，还有死人。死人你知道吗？死人啊！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这一刻无声。爸，说，也许没有我，一鸣哥就不用这么大压力，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压力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，要不然盖得再好的房子，最终都会垮的。是啊，是啊，可我该怎么办呀？也许离开他，才是真的爱他。爸，来，
喝一口。老大，那个钱和信都交给孟妮了，他挺高兴，挺高兴。那就好。可是他怎么也没给我回电话呀？是吗？可能他生你气了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是照你跟我说的那样跟他说的。我说的都是那儿有多好，有多好。可能他觉得你不回来是贪玩吧？我知道，可是让他生气，总比让他失望强。兄弟，谢谢你了。客气。挂了啊。以后你俩的事儿我才不管呢，谁也别给我打电话。我以后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，一分一秒都不离开你。你永远和我在一起好吗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那谁也不离开谁了。